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今年圖書館會舉辦喜悅星期三閱讀活動，閱讀大使會喺逢星期三午式，去到1至3年級課室當值。9至10月嘅主題係行走的圖書館，閱讀大使會帶住立體書同小朋友一齊睇，同學都可以去圖書館睇下立體書書展。1月嘅主題係行走的名畫，唔知你哋有冇睇過邊啲著名嘅畫作呢？11月推廣藝術類嘅圖書，第一本係給孩子看的名畫，全世界公認非看不可的20幅名畫，作者係莎賓曼尼同夏洛蒂葛斯代，介紹20幅世界名畫。呢幅畫叫蒙娜麗莎的微笑，係里奧納多達文西畫嘅，佢畫咗足足16年先完成，佢用咗暈塗法嘅畫畫技巧，望落好舒服啊！呢幅係用花同水果組成嘅國王肖像畫。呢幅畫係畫緊一個失去方向嘅小丑喜劇角色。呢幅畫係好出名嘅畫家梵谷嘅星夜。呢幅畫叫彈鋼琴的少女，係1892年嘅作品。11月會有相關嘅推廣閱讀活動，1至3年級會有與名畫對話。閱讀大使會扮成蒙娜麗莎的微笑嚟課室同同學介紹自己，而4至6年級有名畫模仿比賽，同學可模仿書中一幅名畫，將作品上載到 Padlet。另一本想介紹嘅圖書書名係 LOOK， 觀察畫裏的表情動作，作者吉麗安·伍爾芙。呢本書選取17幅人物畫作，提示讀者注意畫中面同姿勢等細節，同學都可以試下模仿下名畫中嘅表情同姿勢。呢幅係查理·勒潘嘅驚惶。如果同學嘅身體唔喐，可唔可以單單用眼神表情表達出生氣同驚嚇嘅感覺？同學都可以留意下畫中嘅手，將你嘅手同畫中嘅手比較一下，有咩唔同？以上3幅畫又叫咩名？畫家係邊個呢？歡迎同學嚟圖書館睇下呢2本書，欣賞更多唔同嘅名畫，同埋認識一下堅毅努力完成作品嘅畫家啦！